香港係國家不可分割嘅一部分。關於中央政府同香港特區嘅關係，我哋又可以點理解呢？中央同香港之間嘅關係，基本法就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嘅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作為國家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以一國兩制作為對香港嘅管治原則。一國兩制就係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響上世紀80年代，國家為咗香港嘅繁榮同穩定，考慮到香港歷史同現實情況，決定響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時，維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唔響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響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而中央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係指中央依照憲法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嘅憲制權力。中央對特區擁有嘅全面管治權有乜嘢體現嘅例子呢？例如，行政長官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述職同報告重大事情。特別行政區嘅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同終審權本身並唔係香港固有，而係中央全面管治權授權下所形成。相對而言，響西方國家一啲地方，譬如倫敦、紐約選出當地嘅負責人，好似市長，權力就非常有限。市長響選舉贏出後，並唔需要美國聯邦政府或者英國中央政府任命。而香港嘅情況就係，由於權力比呢啲城市嘅市長權力都要大，所以唔單止係當地市民授權，更需要響產生咗當選人後，通過中央任命額外授權俾當選人。因此，中央對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喺呢個情況底下，中央一定會參與同需要參與，呢啲響基本法以及聯合聲明中都列明咗。香港大眾了解中央同香港特區嘅憲制關係，就能夠清楚了解香港嘅憲制秩序，對維護國家政治安全，使到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至關重要。